腳底痛，咁啊醫咗年幾都醫唔好，忽然間喺個 QQ 群度咧就學識一個叫做原始點，聽過原始點嘅舉手，都有幾多喎，都幾好。嗰陣時係冇人聽過嘅。咁咧原始點係咩咧？就係台灣一個中醫將好複雜嘅穴位，300幾個穴位，佢將佢簡化咗咧8個開關，即係其實8個開關就做晒全身嘅痛症㗎啦。但係如果你膊頭有嘢，咁就膊頭個開關咯。咁咧我自己隻腳踭咧年紀嘅問題咧，睇完佢之後咧，根據嘅方法2分鐘解決咗。咁你覺得點啊？我一個護士嚟㗎。如果你以前話俾我聽有個方法，等我兩個一腳就踹開你啦。好啦，咁啊咁好之後，咁啊於是乎深入學習咯。咁學晒之後咧，就幫下 A，幫下 B，幫咗好多人，覺得自己成個神醫咁。